今仔日有立委和民意代表做伙召开记者会，呼吁社会主体爱用轮流的，互真正有需要的人通好去申请。那照排队会当大入去，唔通搁再用抽考的方式啊。严建署表示讲，社会主体伫114年起上济，上紧伫114年就会推动轮流校补制度。中央地方速合作，色彩入驻采轮后。话讲社会主体爱纳入轮候制，立委赖品妤甲真济各地议员强调，即马大社会主体用抽签的方式，互民众爱靠运气，都那亲像着乐透共款才会当抽到。不过改这轮候制，就会当互有需求的民众申请，并且照顺序入去段。可以按照不同性质的基本积分，还有额外积分去加总，那让需求性、合适性较高的人，能够依这个顺序去优先入住。不应该是让大家变成说是用运气决定，而是应该要看非常实际的评比的条件，以及实际的这个公平的状况，才可以让青年朋友不会从期望转为失望。严建署表示，因为即马上会当大的社会主体数量较少，差不多2万外户，啊，不过已经完工国家已经决标的社会主体有7.9万户，兴建高峰会伫114年，所以规划上建114年加轮候制加纳入。目前可以供入住的大概只有20401户了。那的确没有说是僧多粥少，应该是114年会达到整个新建的高峰。那高峰的这个过程之中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些轮候制就搭配进来。立委嘛为青年请命，希望伫弱势以外的一般住户内底，会当互青年族群增加积分，提升大社会主体机会。严建署是应讲会去研究。嘛会赶紧甲各地方政府沟通轮候制的规划。若是真侪届落选加签制，日本制度是落选4至7届，就会当有2届抽签的机会。严建署表示，这是相对比较较紧会当落实的制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